感恩說再見，一切有準備。咁啱啱有朋友問我咧，喺清明節有冇拜山嘅 deadline 咧？究竟過咗幾耐仲可以拜山咧？咁首先大家要明白清明節呢個文化咧，好有內涵嘅。咁就有兩點嘅，第一感恩紀念，同埋第二催護新生。最緊要中國人識得感恩，不忘本。咁咧就係清明節嘅意思。嗱，坊間咧就有幾個講法嘅，一係就前三後四，一係就前十後十，一係就前七後八。大家都係中國人，清明節具體嚟講咧，就係不忘本嘅道德意識，好似西方嘅感恩節咁樣，只需要心中有感恩、有思念，無論咩時候去懷念先人，呢個先係有意義。最終我想話俾大家聽，你唔好限制咗自己幾時去拜山。好啦，今日呢條片如果你都學識咗少少嘢嘅話咧，都請你 subscribe 同埋撳個 like 啊！下次分享多啲人生畢業禮嘅知識俾你認識。